攞到一面奧運金牌嘅張家朗，同埋攞到兩面奧運銀牌嘅何詩蓓，到底佢哋嘅爸爸媽媽係點樣栽培佢哋，令到佢哋今天有咁輝煌嘅成就呢？喺呢個影片入邊，我會同你分享張家朗同埋何詩蓓佢哋嘅爸爸媽媽三大育兒法則，等你都可以教出不怕失敗、願意面對挑戰嘅小朋友。你好。我係兒童心理學郭博士。第一個張家朗同埋何詩蓓佢嘅爸爸媽媽嘅育兒法則就係分清楚到底呢一個係你嘅夢想定係小朋友嘅夢想。張家朗出身於運動世家，爸爸媽媽咧都係80年代香港嘅籃球球員。張家朗嘅爸爸亦都有講過，仔仔其實射3分波都好準噶。咁但係咧，張家朗嘅爸爸媽媽做得好好嘅一點就係佢哋唔會逼小朋友要繼承自己嘅衣缽。多年嚟咧，其實佢哋都係俾張家朗自己去探索自己想行嘅方向。咁最後咧，張家朗就選擇咗劍擊啦。第二個育兒法則就係張家朗同埋何詩蓓嘅爸爸媽媽，其實都係喺小朋友嘅背後默默支持佢哋。咁張家朗嘅爸爸就分享啦，其實2019年呢，仔仔張家朗為咗爭取奧運嘅參賽資格呢，其實佢係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嘅。仔仔當時就有講自己俾隊友超前咗，嗰刻呢，仔仔其實經歷緊低潮期。咁張家朗嘅爸爸亦都有同仔仔傾下偈啦，亦都有同仔仔分析，其實每一個運動員都會經歷高低潮。而家朗每一個星期日翻到屋企嘅時候呢，佢嘅媽媽呢都會準備仔仔好中意食嘅秋葵、打邊爐，甚至鮑魚噶。而何詩蓓嘅爸爸媽媽亦都一樣喎。其實當初何詩蓓4歲開始喺南華會學游水呢，只不過係因為單純爸爸媽媽覺得諗住俾佢學下游水，等佢唔好浸親。而何詩蓓嘅游泳教練呢，亦都有讚賞何詩蓓嘅爸爸媽媽，佢哋從來唔會催谷自己嘅小朋友嘅。呢位教練亦都講啦，佢作為游水教練咁多年呢，何詩蓓嘅爸爸媽媽呢，係佢見過最好嘅爸爸媽媽。就係因為佢哋唔會催谷自己嘅小朋友，一定要佢哋達到點樣嘅成績，並且咧都睇得好開。而何詩蓓嘅爸爸媽媽咧，亦都係盡量一有時間咧，都會去到游泳池啦，支持女女嘅比賽嘅。咁何詩蓓自己都有喺訪問度分享，何詩蓓就喺美國嘅麥茲根大學咧就讀心理學系嘅。咁佢咧就會自己要求自己每一次考試咧都要攞到最少75分以上。咁其實咧喺大學嚟講咧，75分以上咧已經係屬於A grade， 即係咧甲級嘅成績噶啦。何詩蓓啦，自己亦都分享，佢嘅爸爸媽媽咧，從來都冇話逼佢一定要喺游泳池上達到點樣嘅成績啊，讀書要點樣嘅成績啊，只係咧默默支持佢。第三點，張家朗同埋何詩蓓嘅爸爸媽媽嘅第3個育兒法則就係佢哋會盡早俾小朋友接觸唔同嘅活動，等佢哋能夠揾到自己真正嘅興趣。呢一點佢哋做得非常之好，因為咧喺哈佛大學嘅兒童心理學教授咧，其實都有提過，只有當你唔好不停喺小朋友身邊催谷佢啊，逼佢跟隨你嘅方向嘅話咧，小朋友先至有空間好好聆聽自己個心到底話緊啲咩俾自己聽。就好似張家朗嘅爸爸咁樣啊，其實只不過係機緣巧合之下，當年咧佢嘅朋友個仔仔都想試下玩劍擊，咁佢咧就都俾家朗去試下接觸下劍擊。咁呢一個咧就已經開啟咗家朗接觸劍擊嘅人生。咁而何詩蓓咧亦都有分享咧，其實佢4歲喺南華會學游水嘅時候咧，其實佢覺得好沉悶噶，次次都喊噶，上完游泳堂嘅時候。但係亦都就係因為佢嘅爸爸媽媽冇故意催谷佢啦，佢慢慢咧自己繼續參與游泳嘅時候咧，就發現，咦，原來我係可以游得比男仔快㗎喎。咁嗰刻咧，佢先至開始思考，咦，可能我喺游泳呢一樣嘢上面係有天分㗎喎。我最欣賞嘅咧就係其實張家朗同埋何詩蓓都喺參加比賽嘅時候咧，有好好安定自己嘅情緒。何詩蓓嘅游泳教練咧，亦都將佢喺游泳場上得到嘅勝利咧，歸功於佢真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能力去安定同埋管理自己嘅情緒。張家朗亦都係一樣。
樣，佢亦都有講咧，其實喺參加比賽嘅時候咧，佢一開始喺呢個奧運比賽嘅時候，佢係落後㗎，後尾佢係要調整自己個情緒，調整好自己嘅心態，用佢嘅詞語去講咧就係然後一分一分咁樣追翻上嚟。所以咧，我哋真係需要喺小朋友年紀仲細嘅時候咧，就已經要教導佢學習安定自己嘅情緒，同情緒做好朋友。如果你嘅小朋友係3歲至到13歲，而你都想幫助小朋友學識安定自己嘅情緒嘅話咧，歡迎你去睇下由我兒童心理學家郭博士同埋英國倫敦大學嘅精神科醫生 Dr. Farhana 一齊去為香港嘅家庭所準備嘅 Happy Me 安定孩子情緒遊戲同埋故事系列。我會將 Happy Me 嘅免費體驗會嘅連結放喺留言區同埋資訊欄，你可以去睇下。而家呢，相信呢2個影片都會對你嘅家庭好有幫助。我哋喺下一個影片見。